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私家廚房，我係恒興行嘅 Macy。鹿周身都係寶，所以我今日就用咗鹿筋同埋鹿尾巴為大家準備咗3餸1湯，包括有涼拌鹿筋、六福齊來鹿筋煲、鮮淮山冬菇雲耳炒鹿筋，同埋沙仁鹿尾巴湯㗎。天氣開始熱啦，大家可以試下做下涼拌鹿筋喎。大家睇下材料同埋做法先啦。涼拌鹿筋材料有鹿筋、雞湯、蠔油、鹽，汁料有油、麻油、葱蓉、蒜蓉、薑蓉、京葱粒、芫茜碎、鹽、糖。工具有單柄煲、罩喱、平底鑊。將雞湯、蠔油同埋1/4茶匙鹽放入煲裏面，開火攪勻之後放入鹿筋，先用大火煮滾，再用細火煮5分鐘，熄火之後撈起鹿筋，加鹽同埋糖煮溶，然之後加葱蓉、芫茜蓉、薑蓉、京葱蓉同埋蒜蓉放喺面，然之後燒熱鑊加油，淋喺鹿筋上面，再淋麻油撈勻就可以即刻食啦。亦都可以將佢放入雪櫃雪大約10分鐘，等鹿筋變得更加爽口喎。鹿筋爽口又彈牙，凍食嘅話又別有一番滋味㗎。市面上就好多假嘅鹿筋嘅喎，咁我哋點樣分呢？豬筋一睇就知道㗎啦，因為佢係非常之幼嘅。而一般佢哋都會用牛筋嚟充斥做鹿筋嘅。咁牛筋同鹿筋嘅分別又係乜嘢呢？我哋就睇下個顏色，鹿筋就比較係棕紅色啲嘅，而且佢4個蹄甲裏面就4個都係呈現長方形嘅，而牛筋就好明顯頭尾嗰2個甲就係呈現方形嘅。下次去買嘅時候就記得認清楚，唔好再俾人呃啦。其實我哋點樣發鹿筋非常之簡單嘅啫，將佢浸1日，然後就係煲滾啲水，然後抌佢落去煲15分鐘，落2片薑，跟住熄火焗到佢水凍就搞掂噶啦。但係如果你好懶嘅話，唔想做呢啲程序啦，你可以喺市面上亦都買到發好嘅鹿筋噶。做完涼拌鹿筋啦，而家我哋又睇下鹿筋煲啦。鹿筋煲就係用咗鹿筋同埋呢一個海參噶，係非常之養顏噶。我哋睇下點樣做啊。六福齊來鹿筋煲，材料有鹿筋、冬菇、30頭澳洲禿參、京葱，調味料有蠔油、生抽、老抽、蒜頭、雞湯、水、酒、麻油。工具有中式鑊、鑊鏟、砂鍋。燒熱鑊落油，用中火爆香蒜片，然後加蠔油炒香，再加雞湯同埋水煮滾。讚走之後加老抽煮勻，然後放入鹿筋炒勻同埋煮滾，之後加海參同埋冬菇，先用大火煮滾，然後轉中火煮15分鐘，見到鹿筋腍啦，就即刻可以撈起，再將冬菇同埋海參炆到腍同埋入味，就可以畢起啦。然後喺砂鍋裏面放入冬菇、海參同埋鹿筋，淋上醬汁，然後加生抽、麻油同埋京葱，開大火煮到收汁就搞掂噶啦。海參同埋鹿筋都有豐富嘅骨膠原，女人食咗皮膚都靚啲啊！其實鹿筋主要就係用嚟治療關節痛嘅，但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鹿筋係好高 collagen 嘅喎，佢唔單止可以幫我哋預防骨質疏鬆啦，而且仲可以增加我哋皮膚彈性同埋水分㗎。
嗱，浸發海角鹿筋咧又點樣處理呢？其實好簡單嘅啫噃。我哋將條鹿筋拆開佢，中間比較硬嘅部分咧就用嚟炒或者炆啦，而比較腍嘅部分咧，我哋可以用嚟咧做涼拌㗎。嗱，鹿筋咧就有好多種做法㗎喎，我哋做咗涼拌啦，同埋炆啦，而家輪到炒咯。炒咧一樣咁簡單同埋好味㗎，我哋大家睇下。淮山冬菇雲耳炒鹿筋，材料有鮮淮山、雲耳、冬菇、鹿筋、蒜片、葱、京葱、雞湯。調味料有蠔油、糖、鹽、酒、油。工具有菜刀、膠手套、小尖刀、單柄煲、中式鑊、鑊鏟、罩呢。首先將冬菇浸軟，切片備用。雲耳浸水半個鐘，洗乾淨備用。跟住戴上膠手套，刨走淮山嘅皮。切件之後浸鹽水10分鐘。將鹿筋撞入熱水，隔水備用。冬菇同埋雲耳放入滾水裏面汆燙到滾起，再放入鮮淮山飛水，撈起備用。然之後可以炒啦。燒熱鑊落油，用中火爆香蒜片，落1/3份量嘅蠔油，然後加冬菇、雲耳同埋鮮淮山炒勻，灒酒。再加糖、鹽同埋半杯雞湯煮到收汁，就可以撈起備用啦。另外用半湯匙油起鑊，放入剩低嘅蠔油同埋雞湯，炒勻之後放入鹿筋，灒酒之後加鹽同埋糖，煮到收乾汁，加入炒好嘅配菜、葱絲同埋京葱絲，炒勻就搞掂噶啦。鹿筋同淮山炒過之後，會特別有鮮味㗎。嗱，鮮淮山咧點解用鹽水浸呢？因為鮮淮山含有好高嘅黏液蛋白。咁我哋用鹽水浸過之後咧，佢個黏液蛋白咧就會減少咗。咁我哋炒出嚟咧就會爽脆啲㗎啦。嗱，鹿筋咧就唔可以炒得太耐㗎，因為鹿筋咧係好高 collagen 嘅。如果我哋炒得太耐嘅話咧，啲膠質就會瀉出嚟㗎。所以咧，我哋要煮好個汁之後咧，先倒啲鹿筋落去，咁樣咧炒出嚟就會比較彈牙噶啦。最後又輪到呢個沙人鹿尾巴湯啦，係男女都啱飲噶，而且仲好好味添。我哋睇下點樣做法啦。沙人鹿尾巴湯材料有乾鹿尾巴、春沙人、淮山、杞子、圓肉、果皮、瘦肉、熱水、鹽。工具有單柄煲、罩呢、燉盅、雙耳煲。淮山同埋果皮浸水20分鐘，洗乾淨備用。將杞子、圓肉同埋春沙人洗乾淨備用。先煮滾1鍋水，放入瘦肉飛水，撈起沖水，然後切粒。鹿尾巴放入滾水裏面飛水，撈起備用。跟住可以煮湯啦。將瘦肉、鹿尾巴、淮山、杞子、圓肉、果皮同埋春沙人放入燉盅裏面，加熱水冚個面，然後冚蓋，放入煲用大火煮滾，然後轉中細火燉3個鐘，之後加鹽調味就可以噶啦。鹿尾巴湯有種特別嘅鮮味，男女都可以飲噶。鹿尾巴咧唔係淨係男人先啱食噶，女人都好啱噶，尤其是對女人嘅蝴蝶斑啦、手腳冰冷啦，都有顯著嘅效療噶。春沙人咧主要咧就係用嚟辟腥同埋化濕噶，但我哋記住落1粒就夠噶咯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就會冚晒我哋燉湯嘅鮮味噶啦。鹿尾巴咧就好少有假貨噶，咁我哋點樣分鹿尾巴好定唔好呢？好嘅鹿尾巴咧，我哋咧首先咧就
聞下佢啦。如果有清新嘅味道呢，咁呢個就係好噶啦。咁如果唔好嘅鹿尾巴又點樣呢？再聞下佢呢，佢有種腐肉味呢，咁呢個鹿尾巴就係唔好噶啦。而且靚嘅鹿尾巴呢，我哋撳落去呢，佢就唔會凹落去㗎，即係代表夠晒乾啦。但係如果唔好嘅鹿尾巴呢，我哋撳落去呢，佢就會凹落去，即係代表佢未夠乾啦。所以大家要記住啊，下次揀鹿尾巴嘅時候呢，手同埋鼻呢都要一齊運用噃。今日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想重溫資料嘅話呢，可以睇《蘋果日報》或者上網重溫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